来到埔里，这里的名产是茭白笋，它有什么样的口感呢？其实茭白笋清脆又鲜甜，埔里的水质又好，所以茭白笋的品质是非常的好。只是很多人不知道，把它拿来做成茭白笋板，口感更是独一无二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教您怎么样做出美味的茭白笋板。5月正是茭白笋盛产的季节，不论晴天还是雨天，茭白笋农林景生来回穿梭，用汗水灌溉不言苦，而且早就不怕茭白笋叶割伤人了。每天在这里这样摸啊，都摸久了，这个皮都很厚、很硬、很结实。长满厚茧的双手养活了一家7口，常常得要泡在水田里，一泡就是一整天。虽然泡出了职业病，但一样热爱自己的工作。人家说红色病，红色病，说做得到吃不到，一直玩料也不行，一直玩料，这个骨头也是要受得了。埔里纯净的水质，再加上有机耕种，让他的茭白笋健康又鲜甜。而妻子把它拿来做成茭白笋板，可是邻里之间最爱的客家味。茭白笋得要刨成丝，因为如果切成块，大小不一，就会影响口感。这样，它每一边都可以沾到那个酱子，我们炒的那个咸度啊。很多人以为做客家板很复杂，但其实只要先把开洋、香菇、油葱还有蒜末下锅，用小火爆香，加入刨成丝的茭白笋，加点盐巴，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这样给它搅均匀哈，才可以。调好的米浆加入锅内一起拌炒，这是林妈妈的独门秘方。她说这样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蒸板，可以省下1半以上的时间。吃就很快，你这样煮一煮哈，再给它蒸一下就好了。没有蒸笼，其实电锅也很方便。半小时之后，好吃的茭白笋板就可以出炉了。热腾腾的料理端上桌，茭白笋板口感多层次。有贵客上门，林景生是一定会请妻子 DIY 这一道在地佳肴，让宾客也能够品尝用新鲜食材料理的客家美味。锋利的叶缘保护娇贵的嫩白，丝丝爽脆的滋味升华了客家米板。镀上焦黄后，体验震撼味蕾的感动时刻。